消息提醒乡亲，微型电动自轮车，也就是一般咧讲的微电车，这款车对今仔日开始规定一定爱挂车牌，嘛爱保强制险，才会当骑伫大路。违规互抓到，上当会罚款3600，而且满14岁才会当骑，爱戴安全帽啊，嘛袂使小载，时速嘛袂使超过25公里。 民警透早到咧路口拿检看民众骑的微型电动自轮车是毋是有挂车牌，因为微电车新制为11月30开始，若无领牌上路，上悬应罚3600。执法第一日，敢若是到早起9点为止，就已经处理微电车违规有8件。微型电动2轮车已正式挂牌领用上路。 违者将依处罚条例71条之一，处最高新台币3600元罚款。台北市警交通大队表示，微电车除了爱挂牌登记、加投保强制险，也爱年满14岁才能骑。骑时阵也爱戴合格安全帽啊，免载人、免酒后骑车，也免凊彩改装，相关限速25公里，违规的人拢会被罚。有挂牌比较可以追踪得到这是谁。 然后25就让大家会小心，因为电动的可能可以随时开很快吧。有纳管以后，对行人也好，对他当事人也好，对整个车流的交通状况都会比较好一点。因应新制上路，台北市警也为19开始连续4礼拜，针对辖区内底工厂、后园市场周边这的微电车较会出现的热点，加强宣导甲执法，所以呼吁还未完成微电车领牌民众。 爱赶紧完成相关作业，才袂违规受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